一路以来，人类的生活都无法脱离开河坝。我谈论开发、污染、韩国人类影响退化，河坝常常变黑的，人同河坝的关系也引来影响的。为做到很想大家对河坝的重视，苗栗南庄一群后生人前来采地乡亲，韩国专业的客场工作者，利用河坝做主题，向下作为一出社区环境客场。南庄将嘅山屯河坝如係舞台。觀眾談論講古嘅人，因細味、因欣賞，也嘅發生睇中港係河壩順國家위所嘅故事。製作團隊希望打幫要出河壩，大家會進一步去反省人同大自然嘅關係，也會大家看到南莊唔單唱路街聽聽，還有韓國多講嘅採地文化。天闸浦角灣內寒冬點起，河壩水掃掃滾，躺起來鐵鐵台上。原來走紅嘅唔單唱係釣個，還有倆釣種下嘅阿伯坡阿伯妹。環內水同韓國石鼓路來到河壩水洗衫褲，倆片也洗衫吹蓋上，該片也洗衫吹蓋上，一吹就一吹，落垃圾吹踢，翻落一球沒天然水流走嘞。現在人都在洗衣機洗，我們就有。被套那些才有洗衣機，比較大件大很重啊，衣服都是自己洗，都是在這裡洗。這樣來河邊洗衣服洗多久？多久啊？好幾年了。經濟上府見大嘴鼓，也大個綜合到東道消息。及平常改善發設計，處理倆河壩順。也大家都來這邊做下工，做路漫的，夠水夠忝的，就甩到個太沙條蛋糕，哎呀，沙條溫暖，怎樣講？那個一條拍過以後，手暖手暖嘛，哎呀，就懂舒適。阿婆會在這邊種，在這個衝擊出來的土地種菜，或者是有阿公會在這個河流去抓蝦抓魚。就是我們覺得河壩其實就是養成一個客家莊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養分。乃會有水，你就對乃會落腳大下來，就去地啲山區，下面落河壩就當親嘅關係，未發展出一個就是個生命故事。唔過乃兩水起時，連按數世界建築，你建議冇睇嚟。一條路啊，車。別吃哎樣攞來，嗰時候都戰團誒，你到河壩嘅關係啦。為了迎接觀光客，停車場啦，吼，乜個太橋啦、路啦，更快點去。報名你真有賺到錢冇？你還忙啲呢，不過我們真的失去很多東西。你像講沙石咧都沒重要，乃味道安樣啊？跟住用倆安樣嘅資源，傳遞自家私人嘅錢啊。為到重新研究出合作老河壩關係，南莊就區後生機就嚟自出安度河壩嘅環境客場，未想會改變一般人對南莊嘅印象。我會覺得這邊的給外面的人看到的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文化。當初會想要做這個，也是希望說河壩環境劇場它是一個槓桿，就是讓我們在戲劇裡面把阿婆洗衣這樣子最日常的生活呈現出來，就是希望它可以這個地景其實才是他們最珍貴的文化，而且是源自於在地人本身，而不是一個外加的觀光的。對半夜開始精彩體驗來做，未上嚟當到這訓練課，還簽嚟專業劇場團隊落來強下劇組。上演每個兩年下就是頭，總算係展現成果。安都冉冉打造啲嘅菜譜，為表演前還每家每戶去送冬瓜。係講中意摸地夫下，除了冬瓜並啲滿口嘅係也好，也唔處係種行業第二下嘅素菜係。為按功夫，做讓咪係認為，也係南莊頭一擺就按太顯嘅劇場表演，其實見面未都看咧望咧。你大家副主有去講吼，也加國家一團嘢咧吼，為到河壩做戲，大家做得來看，啊這一戲做乜嘅？就是對科科唱的時候，他的 level 要再往上。
天然表演事件找到关注美景了见到。我们会呈现这条河流跟南庄人的关系。那观众席会一直变动，等一下会有一位说书人带领着大家。河坝补充嘅广场巷从南日由南庄菜提小朋友做嘅风降水，开始嚟挑战窗按到主线嘅向人嚟去。有点像是一个创世纪，这个地球还是光秃秃的一片，然后会有小朋友扮演的各式各样的神，因为其实客家人他们是诸神信仰，有山神、有河神、有树神、有什么神，就是他们对于自然万物是以一种很崇敬、很敬仰的心态在对待。印地河坝虽然讲的东多故事没地俩会发生，但是河边的生活是总是那么惬意自在，偶尔也是会发生一些紧张刺激的事情。此在乡下大嘅流沙，乡下高，乡下闹，乡下叫没乡下笑，天天嘅太累，两世界冲劲管到先敲红，佢流沙相互之外，就多冇奈何而搬回来。他是有钱人家的千金，所以就是家里希望她嫁给门当户对的对象，对，所以就是在她出嫁前，然后我们就是有一点像又回到我们小时候去游戏的场景，对，然后在吊桥上跳完最后一支舞，对，然后她就被相亲队伍绑架了。比利表拉嘅旗袍上，睇到兩個少年嘅兒先幹下牙艱苦，觀眾心智未聽你上上下下，衝見景物，喜出未景物，觀眾未見晒位。我们等于用戏剧的方式，边走带观众边看，加入很丰富的诗意、舞蹈跟音乐在里面。它的难度其实在于，就是我们不确定观众到底有多少人，所以其实在整个设计动线上，我们要让它很流畅、很顺畅，而且要充分利用每一个空间，让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山景、很漂亮的舞台。南莊將這嘅山水風景，就係最天然嘅氣泡，也係是女劇場用版都唔會了解。不過為克服嘅困難也真多，從係音響、戲吹、現場燃燒嘅樂手抓到，都會聽人晒位。為咩到眼睇拍，就係為本觀眾啲，南莊唔係常用老街天天，其實大家會所都當大家去看，大幫做戲係嚟希望大家啲為分享。在河的旁边做一些机械性的动作，开始对它砸水球，就是象征一个我们跟人本来跟河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但到后面却突然变成我们用机械不断的挖掘它，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化学废弃物在污染河川。就像讲以前河坝做啲水做啲石，你像挨到盐噶下，有咪引泵嘅水来食啦，泵起来食啦，吼，哦，你下大家就唔敢食的啊，你下水啊，吼，也有因嗰种嘅垃圾嘛个就排落去啊。是因为我们都不懂得珍惜河水，然后都一直排放工业废水之类的东西，使这条河受到污染。那希望借由这个告诉大家什么吗？告诉大家以后要珍惜环境。只为人类开发，将改善水天然，走势嘞没走回来。当对新部类改小李海舒服下富也欣赏，动入感想。因为小李溪一直以来都有污染哈，小李溪啊，大部分係當地的居民啊，沉默的大眾，比較少年輕人出來。我們今天來這邊學習，看看他們怎麼樣動員這個年輕人投入這個地方。我覺得有這麼多人來關心河流，台灣的河流，我覺得很棒。希望台灣的河流不要再被污染，
越来越干净。人类唔啲好卷，风水重病，未到好事也不安利。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河流开始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于我们会越来越惧怕，然后进而插上了危险水域，不可以靠近哦，不可以下水玩哦。然后一直到我用一种像神话般的大洪水来淹没了这一切，然后最后我希望人类跟自然重新的去调解，重新的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而我们希望这个关系是一种永续的，是一种友好的。我们最终目的是希望大家开始回去关注你身边的这条河流，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被这条河流喂养长大的，只是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我们开始离这些东西越来越远，这样。海个还有欢喜讲多咗去个台北，迄个地方来再个大标，再个整理了。个环境的话，吼，侵转头摆的记忆回忆，一听懂有给大家啦。我们就是特别来看这个，觉得说很棒，因为他把在地的文化，我常来这边，可是我不知道这边的文化。那因为今天这出戏就让我们知道，更了解南庄很多。汉人为讲了掉股，提好解是很南庄人。完全喺老本人来做就无意思啦，故做主力喺本地人，好，不过我让本地人地道讲。你啊，种个美感吼，所以做到懂高一个层次，好，单中单掐那种吃喝喝高甜甜，不是，我们有很美的东西。那艺术是一个东后呈现的丰盛，还有。其实这样子的剧场表演方式，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一般的素人可能早就天哪，我记得这个忘记那个，可是他们小朋友几乎都记得。演河魂的，还有来这边演那个欺负阿嬷的。然后后面就大家都有演的那里，打水球那里，还有躺在地板上那里。所以一个人要饰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对不对？以前我都不会来看这条河，但是因为经过火吧以后，我就会常常来看这条河。为什么？因为那他会想起我要演的角色的戏。那有时候看他们演戏，而且他们比较。就是不会有太多掩饰，就小孩子很多人容易真情流露这样，那就会很自然的会配一些音乐去帮忙他，就是当然一定跟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当下的情感，然后就让他表露出来这样子的。好把了出戏为做到安心股，專業劇場團隊共路體態，佢哋讓藝術帶入了安中下嘅生氣，改變嘅南中。當當佢係認為好把了出戲，暫挑住擺來到南中，表人切佢哋行到南中，中意很大地南中，加入了大嘅身份。實際感受到好把老財鐵生命力，未老財鐵香氣，相互學習，相互欣賞。下午就是在河邊玩，對河邊就是彈吉他練歌，變成我們很多感受跟情感，就是真的在這裡發生。那他可能跟過去在劇場裡工作，你是想辦法對着劇本，然後自己去想象跟模擬，是很不一樣的感受。因為小朋友其實他在這邊的河流很親近，所以他可以教我們的老師更多的事情。然後其實反而不是誰是老師誰是學生那種感覺。那我们就跟在地的乡亲一起把它写了4句，山歌唱来闹样样，就是很热闹的样子。因为我真的也不是客家人，当然就是请他们帮我念，然后录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跟着他们的音去读。太自然係熱捧，如果係熱捧下，大家使用入場唔使收門票，最早經費係對面路行來冇錢，公眾依然係自公來提數，係用兩道安熱性嘅製作團隊。重點是地方做的改變，吼，人嘅想法做的改變。對面老人家跟人講，河壩有河神啊，有乜個八公火啊，同到鄉野傳奇，你做喺河壩上有嘅事情，你下人冇去河壩，呢個故事也冇意義嘅。人類做咩好吧，講好吧，就閃好吧，閃到燃，本單相互麻痹嘅關係變到跳出強，就是看就看嘅老幾公里，所以冇睇很難到行減好吧嘅詞語，
伫印尼大家嘅讯号，为也有一条安样嘅好吧，当为印尼大家来受苦、来牢记，深度转来无诺。